點解老周公嘅難度曲線仲認真過咗價格呢？因為呢，價格會呃人，但係難度唔會。價格受情緒影響，鮑威爾一句話就帶偏市場，但難度係全網算力實打實堆出嚟㗎，係每一部機、每一度電、每一次擴容疊加出嚟嘅趨勢。你睇下，價格一日可以升10%，亦可以跌10%，但係難度幾乎唔會突然插水，因為背後有成千上萬部運行緊嘅機，佢哋唔會集體消失。難度曲線其實就係一張行業真實參與人數嘅圖，只要難度升，就代表機器不斷上線，更多人願意投入設備、電力、場地，將挖鋼當成長線投資。而當難度開始放緩，甚至停滯，唔係行情差，係行業進入咗篩選期，只有能效更高、電價更穩、系統更強嘅母公先可以留低。價格話你知今日大家情緒點樣，難度話你知呢個行業真正嘅走向。所以想釐清大局，唔好再盯住價格波動嘅難度曲線，佢先係所有嘅工嘅真實意願。